台南市一名53岁男性，因为长期十片鼻水倒流、头壳痛、拍甲手，甚至严重影响着困眠。后来经过台南市立病院耳鼻喉科的检查，发现患者有下鼻甲肥厚加鼻中隔的弯曲，诊断是过敏性的鼻炎。后来经过药物加手术的治疗，才改善患者过敏的症状。因为感冒痛还是一个比较急性的症状，这样子可能急性的伴随甚至发烧啊，或肌肉酸痛这样子。那过敏的话，可能病程就会比较久一点，可能会到可能民众会误以为自己感冒1个月都没有改善这样子哦，然后可能都是鼻塞、流鼻水这种症状为主。那这个时候就要小心，可能其实是一个过敏的问题这样子。不过除了预防过敏源之外，药物的控制还是很重要这样子。哦，那一般来说可能会使用一些类固醇鼻喷剂啊。或是口服药物这样子。那当然，如果说药物会先控制个可能至少2到4周看看，2到4周，如果说真的没有改善的话，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，也许后续有一些手术或是其他的治疗方式可以参考这样子。医师表示，过敏性鼻炎第一线的治疗通常以药物为主，根据症状的差异有不同的药物，亲像口服的抗组织胺，或者是黏膜血管的收缩剂。甚至还有类固醇的鼻喷剂，或者是鼻腔清洗。严重者甚至要开刀。不过，医师强调，不管对一种的手术，拢敢若会用改善部分的症状，并未用改变过敏的体质。医师提醒，要改善过敏性鼻炎，应该避免可能的过敏源，亲像尘螨、花粉，甚至是二手烟等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